今日講下呢個剛需買樓嘅心理鐵律啦，大家最好記住啦。第一點，地段為王，翻工可以揀翻幾近嘅就揀翻幾近噶啦，通勤超過半個鐘頭以上嘅基本上係可以 pass 啦。唔好信嗰啲所謂嘅未來規劃嘅區位啊，地鐵1公里以內先至係王道。記住啦，遠郊嘅新房建得幾靚都好，住落包你後悔啊。第二點，面積一定要選90平方到110平方係最為保險嘅，細過90平方未來結婚生仔根本唔夠住，大過120平方嘅月供壓力就可能會比較大啦。最聰明嘅就揀翻啲3房2廁或者係可以買到4房嘅，一步到位，根據自己嘅需求揀翻就得啦。咁第三點咧就呢個樓齡嘅排序，次新房大於新房大於老破小，老破小佢有3大死穴嘅。貸款難批啦，銀行嗰邊係最嫌棄噶啦。第二轉手慢，後生仔根本睇唔中。第三點就住起嚟可能會谷細氣啊，大機率係會日日收水喉嘅。咁同埋而家嘅環境啦，可以買到現樓嘅就揀翻現樓啦。記住啦，剛需買樓唔係投資啊，係買一種生活方式。揀錯一套樓，分分鐘耽誤你10年嘅人生。